自2025年1月24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世世代代遵守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利未记24章第19、23节。上主对摩西讲：你着吩咐以色列人带纯的橄榄油来交互你，通点倒会幕内的灯，互灯不时点地。下暗到早起，阿伦着伫上主的面前，将会幕内面约柜前的帐里外的灯点互倒，这要做恁世世代代永远的规例。阿伦着伫上主的面前，常常照顾管理纯金灯台顶面的灯火。你着用幼米粉烘12块饼，大块2公斤，着将饼摆做2纸，每纸6块，摆伫上主面前纯金的桌顶面。搁着用纯的乳香掺伫逐纸饼的顶面，代表用火烧献予上主的礼物。逐个安息日，阿伦着将这个饼摆伫上主的面前，毋通让沾，这是以色列人永远着守的约。这个饼着归予阿伦甲伊的子孙，因着伫会幕的埕食，因为这是用火烧献予上主的祭物中间至圣的部分，做祭司永远得到的份额。有一个人，伊老爸是埃及人，老母是以色列人，是但之族伫伯利的查某囝是罗密。有一日，伊伫营内甲一个以色列人冤家，亵渎搁咒诅上主的名，有人甲伊带去摩西遐，因甲伊关起来，听候上主指示。上主对摩西讲：着将迄个人带去营外，互听着伊咒诅的人换手伫伊的头壳顶，见证伊有罪，全会众着用石头甲伊钉死。你着对以色列人宣布：若有人咒诅上帝，着对家己的罪负责任。若有人亵渎上主的名，无论是在地人还是外族人，一定着互伊死，全会众着用石头甲伊钉死。若人拍死人，一定着互伊死。若拍死精生，着赔精生，用命赔命。若人伤害同胞，伊安怎甲人伤害，嘛着安尼对待伊。用伤赔伤，用目睭赔目睭，用喙齿赔喙齿，伊安怎甲人伤害，就安尼办伊。拍死精生的，着赔精生；拍死人的，一定着互伊死。无论是外族人，还是在地人，拢着照共款的法律处理。我是上主，恁的上帝。摩西就甲以色列人讲，因就将迄个咒诅上主的人带去营外，用石头甲伊钉死。以色列人照上主命令摩西的话去做，世世代代遵守。利未记24章前半段记载，上主吩咐摩西命令以色列人，甲上纯净的橄榄油带来，做圣幕内灯台的燃料。每日暗时，大祭司阿伦爱照顾管理金灯台顶的灯火，互迄灯火对暗时着到早起时经常点光。上主阁吩咐，伫每一个安息日，阿伦必须甲献予上主的白色饼摆放踮伊面前。金灯台顶的灯火经常点倒，象征祈祷无煞。安息日献上的饼，象征上帝的话，代表每一礼拜拢爱传达上帝的话。伫基督徒的家庭中，
爸母扮演亲像阿伦的角色，带领厝内的人持续祈祷、聆听上帝的话。利未记24章后半段记载一个悲剧，有一个人老爸是埃及人，老母是以色列人，毋知为甚物伫赢年甲一个以色列人冤家，搁伫争吵中咒诅上主。最后，这个人担当家己的罪，受带到营外用石头拍死。罗马书第2章23节指出，罪代价是死亡，但是上帝所赐白白恩典，是互人伫主基督耶稣的性命里得到永恒的性命。耶稣降世，为着人的罪死伫十字架顶，第3日复活，要救记那信伊的人。过去伫美国四区担任半导体工程师的黄国瑞，带做音乐家的某生一个可爱的查某囝黄友文。伊的查某囝伫5岁开始对老母学琴，6岁的时，互老爸带去参加钢琴比赛。查某囡仔拄呾学钢琴无偌久，当然弹袂介好。落台了后，煞互老爸发现地，骂讲伊真正见笑，袂堪得做钢琴家的查某囝。受责骂的查某囝，抱着妈妈大吼讲：“我无爱阁学琴啦！”伫伊查某囝12岁迄年，黄国瑞已经悔改信耶稣。有一天早起，伊伫安静祈祷中，竟然看到6年前家己伫大受气下面用言语伤害查某囝的迄一幕，家己迷思恐怖分子，甲查某囝炸甲遍体鳞伤。伊深感见笑，决定去甲查某囝会室礼。无想到查某囝清楚记牢迄件代志，所以父亲请求查某囝原谅，伫祈祷祝福了后，就去上班。当日暗时返去到厝，黄国瑞远远就听到美妙的音乐和歌声。原来查某囝开始弹琴创作，后来成做网红音乐家 Melody。因为对耶稣基督的批，互这位原本高傲、脾气硬、讲话若炸弹客、伤人的老爸，放下身段，向查某囝会室礼，后来又愿做传讲上帝话语的牧师。利未记24章所记载的家庭悲剧，互咱一个警惕：做爸母的伫家庭中应当扮演亲像阿伦大祭司角色，时时祈祷传讲上帝的真理，嘴中充满祝福听的言语，才当帮助下一代免于受到充满暴力、罪恶、有黑的世界所污染，互囡仔活出上帝的命定，发挥上帝所赐的才能，闪闪发光，荣耀上帝。默想，我是毋是亲像恐怖分子，心中常常充满愤怒，喙出咒骂的话，甲身躯边至亲的人炸甲遍体鳞伤？若是求圣神赦免，医治更新。我是毋是亲像恐怖分子，心中常常充满愤怒，喙出咒骂的话，甲身躯边至亲的人炸甲遍体鳞伤？若是求圣神赦免、医治更新。咱来祈祷，亲爱的天父，恳求你帮助我有恒心，持续读圣经、祈祷，愿基督的救恩完全临到我的家，愿圣神帮助我会晓认错道歉，搁得到家内的人原谅，恢复美好的关系，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
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